大家好，我是冲啊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这个频道按要做的内容。不过，我想要先讲为虾米要建立这个频道。其实真简单，就是想要练习讲台语。搁因为我是读甲医学有关的科系，所以想要试看卖用台语介绍健康有关的主题。不过这嘛是拄开始的想法尔。以后会变安怎，还阁真歹讲。若是有啥物建议，也是有毋对的所在爱改进，欢迎伫下骹留言甲我讲。若是介意这支影片，会当是介意；若是想要看日后的影片，会当订阅。今仔日就介绍到这，多谢大家。